穿越到婷姐的世界太危险了，一定要救出那位大人。又是这些讨厌的人类。终于见面了，苏莫婷。婷哥，我们来啦！好像充满了力量呢。的力量吗？我去，怎么回事？我去，这力量，我太棒了！啊，元尊来了！哎呦，要不要这么套路啊？打完了才来。撤！喂，站住！是那些妖族，他们想挟持天尊。苏莫婷救了我们，是天选之人帮我们保护的天尊呐。天尊？对呀，天尊是从世界初始就存在的神族，正是他留下了预言，说能同时抵抗神妖之力的天选之人将降生于人界，终结神妖两界之间的战争。我们终于等到你了呀！我？他们以为我就是婷姐，虽然不知道这力量是怎么来的，但婷姐帮我上过班，现在就当偷偷报礼了。我就是天选之人。这才是主角该有的样子嘛！报，大苍将军也战败了。没想到这个女人这么强。根据记载，大爆炸后苏莫婷就消失了，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？还站到了神族那边，神族不仅霸占了天尊，现在还要加上这个女人，我们更没有胜算了。说什么丧气话！我们一定会结束这场战争的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玄武啊！还有件事，我也很在意。一直待在苏莫婷身边那个叛徒和神族的家伙，去哪儿了？传送被中断了。那天机星和地魁星，理论上还是能到达那个时空。理论上，就是不知道会被传送到哪里。那我娘子不是死定了？谁是你娘子啊？也不一定。他的能量和那个世界的苏莫婷是一样的。如果他能得到那个时空主角光环的力量，也许……那才是我最担心的。如果他得到了那种力量，就真的回不来了。婷姐，小龙虾已经包好了。婷姐，冰奶茶已经做好了。婷姐，洗澡水已经放好了。你们怎么还在啊？退下。舒坦。只是这么大的浴缸，太浪费了吧？在天宫，大家从来都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没有所谓的浪不浪费。每个人都这样？
要不然怎么那么多人想当神仙呢？都不用花钱吗？那谁还上班啊？钱？上班？那是什么？那你们为什么要伺候我呀？在天宫，大家生而平等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婷姐，您为了我们战斗那么辛苦，能帮上一点忙，我们也很开心呢。没有所谓的伺候不伺候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难怪那么多人想当神仙啊！话说回来，既然你们什么都有了，干嘛还要和妖怪打仗？妖怪嘛，成天想着搞破坏。你帮我们战斗，就是在守护这里的美好生活呀。原来我这么厉害啊！要是天际秀和地魁星也在这儿就好了。地魁，这是哪儿啊？不知道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不要分开，抓住我的手！天际星！居然睡着了，天都黑了，我睡了水完全没有变凉哎，怎么做到的？我衣服呢？这是啥呀？哦呦，要不要这么套路啊？搞得像超级英雄一样。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啊！在婷姐回来之前，我就帮她守护好这里吧，像超级英雄一样。是这个世界的土地公公。喂，土地公公！人齐了，会议开始吧。没错，在真正的苏墨庭回来之前，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位一无所知的天选之人。万一他知道了真相怎么办？他可是天选之人，能控制光环之力。不，是光环在控制他。现在，天尊和天选之人都在我们的手里，所以这场战争可以完全按照我们的剧本，永无止境地打下去。谁？哎呦，要不要这么套路呀？一听到阴谋就要被发现是吧？身为天选之人，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这些人是怎么回事？天宫不是生而平等的吗？对神仙而言是这样，可他们只是人类和妖怪。我也是人类。你是天选之人，是要帮我们神族结束这场战争的人。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酒量不好。跟不熟的人，什么酒都不喝。这衣服动不了。你不会真把自己当成英雄了吧？外来者。
把他关进地牢之前，先把他的嘴堵上。你不要跑远，找，赶紧给我找！啊！你是谁啊？终于找到你了，苏墨婷。王小宝。破碎的黑洞，彷徨的是种红色的天空，谁的梦？冲动的英雄，从容的进攻，我机关长虹绝不松。玩世不恭的人都在下蛊，贪婪的赌徒都误入歧途，躺平就看不见前面的路，去追光都别怕输。一遍一遍跳跃这时间，反反复复看不见终点，哪怕失败，哪怕改变，全都是历练，剩傻瓜再重来一遍。我站在这里，错了也没关系，还没有放弃，不要怀疑自己，不需要定义，拿出勇气冲破这天地，只要存在，全部都有意义。我就在这里，不用伪装自己，熟悉的笔记，早已不再犹豫，我不会忘记那些独一无二的声音，太阳升起到更远的风景，再和他们一起。你过来呀！但你不是苏墨婷，对吧？我只想知道怎么才能回到自己的世界。想打开虫洞，必须结合人、神、妖三界的力量。天星，妖怪啊！为了得到你，天选之人。